2010年10月5號夜晚9點鐘，今日禮拜2嚟嘅，咁收工過嚟做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問水啦，開始機翼就有型啦，今日開始做個機身，今日都總動員嘅啦。我戒刀先。喂，都差唔多啦。好，做乜戒刀？幾有啲瞓覺。11點9收工噶啦，今日進度 OK 啦。